怕睇唔明啲文件，呢條片7個步驟教識你成個流程。第一步，自我評估，買樓前先睇清楚自己嘅財務狀態、收入同埋你嘅供款能力。第二步，選擇合適嘅房源，可以聯絡你一啲喺香港信用嘅中介，初步了解咗正常嘅樓盤。如果係有示範單位或者個樓盤係可以俾你睇嘅話，當然最好係睇一下啦。第三步，查閱資料，認真睇下發展商俾你嘅炒樓條件、價單、平面圖同埋實際面積、付款方式、付款契機。第四步，登記影響，跟住好嘅保險條，填寫你嘅購樓同埋通知書，確定你想買入嘅單位同埋第五步，留意發展商公佈嘅銷售額，包括簡單嘅報價、地點、抽籤嘅方式、定入標嘅方式、選擇第六步，根據銷售安排揀啱一個你自己心水嘅單位。第七步，簽約同埋售樓，喺簽約當日會俾5%嘅訂金之後會由律師處理2026年好運滾滾來，祝你們想開花，夫妻滿懷，美好的生活只為你。支付埋餘額，最後就可以驗樓㗎啦。當然唔同嘅樓盤有唔同嘅差異，買樓前記得聯絡你嘅專業人士去進一步嘅諮詢。如果你都想要呢個資訊，喺樓下打低一手指南，我會發俾你今年最新嘅一手資訊。